深深爱过，却如此遥远，不再交错。原来是你和我，只剩沉默，却忘了曾经熟悉的温热。有人常常把爱情比作一种冲动，冲动过后就各奔西东。而我相信我能好好的把它守候，哪怕最后只剩感动。就像是你和我深深爱过，却如此遥远，不再交错。原来是你和我，只剩沉默，却忘了曾经熟悉的温热。天空已无语朦胧，哒哒哒哒啦哒哒，哒哒哒哒啦哒哒。再见了伤痛，转身之后化为晴空。有人常常把爱情比作一种冲动，冲动过后就各奔西东。而我相信我能好好的把它守候，哪怕最后只剩感动。男人成熟后，其实更注重女人的内在美和气质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其实别有一番滋味。我喜欢用花来比喻女人，那些脸蛋漂亮、身材凹凸有致的女人，我觉得她们是玫瑰，一时惊艳而已。而那些成熟、有内在美的女人，我觉得她们是莉莉，味道经久不息，一点一滴的散发在空气里。如果是我，我一定会选择莉莉。你在我的心中就是一朵莉莉。抱歉。喂，谁啊？说话，说话，有病！这个内在美固然重要，但我也知道，爱美之心人人皆有。我最近几个朋友都去一家医院做整形，虽然我不赞同他们的做法，但那个效果特别的好。我给你看看照片啊。抱歉。喂。段一冰吧，我劝你不要再骗人了，小心今后阎王爷也不敢收你。你到底是谁？别管我是谁，奉劝你一句，去做点好事儿吧，至少带点善德死去。
不然到了地狱也没你好。你他妈到底是谁？有种出来，别在我背后装神弄鬼！刚说到哪了？哟，这谁家的小妞啊？走错门了吧？我还一直以为自己是光棍一条呢。饿了吧？别着急啊，饭嘛马上就好。有你爱吃的黄瓜、萝卜、芹菜，还有2个利于丰胸的木瓜加牛奶。我不饿，你吃吧。看在我2个小时买菜、2个小时切菜、2个小时煮菜的份上，你多少也得吃点。韩毅，谢谢你，可是我真的不饿，没有食欲，你吃吧。别呀，饭还是要吃的。对于失恋的人，最重要的那就是补充营养，以便将失恋进行到底，让你有更好的体魄和气力与西川斗争到底。我不想跟任何人争，我好累，我好想一觉醒来全部清零。电脑密码已经破开了。哦，这面事儿太多，修电脑的早就通知我去取了。聪明他还好吗？动作缓慢，精神涣散，经常发呆。反正之前那个活蹦乱跳、精力旺盛的好聪明不在了。但是你不用担心啊，我们要相信他的自我治愈能力，过几天没准儿就想通了。那他问起过我吗？但是你也不用着急啊。你突然间在人面前来大变活人，你呱呱呱连跳几级，从一黑车司机变成一无恶不作的富二代，搁谁不得蒙圈个几天？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还你天天都过去的事儿。我现在最怕的就是他把我放到他人生的回收站里，彻底的删掉。不会的，相信我啊！就在不远的将来，好聪明一定会大彻大悟。他的心有多大，你又不是没见识啊！我们都不能代替好聪明来思考问题。他看上去大大咧咧的，其实他有他的原则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好聪明是不可以复制的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回去以后好好看看资料，丰补一下自己千疮百孔的过去。有什么进展及时告诉我，好好照顾聪明。放心吧。对了，为了不让我爸找到我，我现在找了一个地下室住，手机信号特别差。如果有急事，打这个电话找我吧。别他妈草毛了！你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大少爷，住这种地方，我给你租个公寓。别麻烦了。按道理说，我现在应该在监狱里，